大家好，Dr. Kevin 講醫美，我哋又翻嚟啦。因為我呢個頻道咧都停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咁所以你而家重新再開啓。咁我今次咧，你知啦，以前我係講普通話啊嘛，因為我普通話麻麻地啫。咁咧俾我講翻廣東話咧，我就會更加流利，表達得咧更加流暢，講出嚟咧就更加係暢所欲言，俾大家得乾貨俾大家，俾大家喺呢個做醫美後變靚嘅路呢條路途裏邊咧，少走彎路，少踩坑。呢個就係我個宗旨啦。今日咧同大家推介嘅嘢咧，我諗睇個鏡頭，大家都知啦，兩部經典抗衰老嘅神器啊！呢部我相信大家都好熟悉㗎啦，好多人都做過啦。Flash 熱瑪吉，有人講佢係第5代或者係第4代，唔好理佢啦。佢哋嘅 Flash FLEX 個軟件2.0嘅最新嘅。咁呢個咧就大家一睇就知啦。超聲刀美版超聲刀，佢英文叫做 Ultra 叫做 Ultra 係超聲刀嘅鼻祖。呢個咧就係單極射頻嘅做提升緊致、深層緊致嘅鼻祖。呢兩個一個有代表性，喺成個醫美嘅科技發展個路程裏邊咧，佢兩個係呢個係2004年11月推出市場誕生，呢個係2009年推出市場誕生，咁就相隔大概5年時間。喂，咁問點解有兩台機啊？究竟邊部機好啊？好多客人問我啲朋友問過，究竟我做 Flash 好啲啊，定做美版超聲刀嗰啲，或者其他嘅廠家或者其他國家生產嘅 HIFU 啦，又叫超聲刀啦 ，HIFU 嘅英文 HIFU 其實係4個英文字嘅簡寫 ，High H 咧就代表H 代表 high 即係高嘅意思，跟住 I 咧代表咧英文係 intensive 即係話好強嘅意思 ，F 咧就係 focus 即係聚焦咁嘅意思，跟住係 U 咧就 ultrasound 即係高強度嘅聚焦超聲波。咁解讀咗呢個名詞解釋啦。我相信大家聽完呢個之後啦，原來超聲刀係咁嘅，超聲刀咧就係咧用一個超聲波嘅聚焦能量咁嘅意思。好啦，咁我哋而家講講究竟呢兩個機佢個工作原理喺邊度咧？或者講佢哋兩者之間邊個好啲，定邊個優勝啲咧？或者兩個都咁好，或者佢哋嘅特點之間係有啲乜嘢唔同咧？咁今日咧，我就俾啲乾貨俾大家。睇完呢段片咧，記住睇到最尾啊！我講到最尾係最堅嘅，但係支持下我啦，訂閱、點讚、分享。喜歡呢個短片嘅可以收藏，我翻上睇過。好啦，首先我而家講呢個鼻祖第1代里程碑，用無創嘅方法，用高能量嘅方法，開啟咗呢個叫無創皮膚抗衰老嘅里程碑入嚟啦，係老帶嚟嘅。咁第1代嗰台機咧就唔係咁嘅樣嘅，好薯好大嚿嘅。我係2005年3月份開始用，咁講你聽係好痛嘅，巨痛嘅，痛到啲人做完之後咧就成個身出晒汗冇出晒汗，就算你俾咗止痛藥佢，俾咗止痛膏佢都揸到手都出晒汗，咁就相當痛苦嘅。我記得當時我啲客人做完之後都話：哇，醫生做完你呢部機咩機嚟㗎？生仔咁痛啊，生仔都冇咁痛，以後唔好搞啦。咁呢個係當其時講緊係20年前。當時嘅最時髦或者最先進嘅呢個儀器個客人咁樣嘅回應。咁當然啦，廠家不斷去研發，不斷去改良，令到而家咧佢嘅第4代呢個 Flash 第4代咧冇咁痛啦，舒服好多啦。當然都有效果嘅，效果咧咁就因人而異啦。喺度同大家去講、去解釋、去解剖呢個機佢工作原理，同埋呢個機嘅工作原理兩者佢有咩唔同？呢個咧叫單極射頻。單極射頻咩意思啊？呢個單極射頻咧，當然佢呢個輸出能量咧係用射頻、用電波係傳到呢個熱頻。因為我哋嘅電入到我哋嘅皮膚裏邊咧有電阻，經過電阻而產熱，透過呢個產熱嘅原理而激活我哋皮膚或者我哋深層嘅皮下脂肪層筋膜層裏邊咧去產生個骨膠原。因為我哋嘅目的嘛，我哋做啲儀器咁辛苦、咁痛、咁貴，目的就要生骨膠原啫嘛，係咪啊？骨膠原好可愛啊！如果可愛，請你點讚下先。好啦，咁我而家進一步解釋呢個手柄啦。我唔知喺鏡頭裏面嘅朋友有冇做過啦？醫生或者個操作者擺落去，咁佢搽一啲咧表面類一啲嘅叫做covering fluid啲凝膠劑，咁擺落去一撳呢個手掣，咧，佢就個機就着嘟一聲咧就傳大概1秒鐘到啦，就傳遞呢個熱能啦。咁呢個熱能咧，你睇呢個頭喎，好高科技㗎。
佢4個角咧有個嘅壓力感受器，即係話咧佢感受到壓力咧，佢一個適當嘅壓力壓落咧，佢先能夠通過釋放能量嘅。如果個操作者壓得太大力或者太細力之後咧，佢架機咧就咦一聲就暫停咗，講咧嗰個叫做一個接觸不良。咁你要重新要調整個壓力咧，咁做咧嗰下嘅能量咧，先成功咧亦輸送出嚟。第二咧有個叫做喺呢度咧四周圍咧有個叫溫度感受器，咩意思啊？當我哋嘅熱能一傳送到皮膚，皮膚開始接受到個熱能之後，就溫度升高。咁為咗安全皮膚咧，廠家好聰明啊，佢就設計咗個溫度感受器咧，即時探測到個溫度升到幾高，即刻經過呢條 cable 咧，就傳送到呢部機。個部機其實係個 CPU 嘅電腦，佢就測度到溫度升高咗咧，佢入邊咧控制到有支嘅冷卻劑，即係嗰啲有壓力嘅電咁噴嗰啲冷卻劑咧，就透過佢個壓力將呢啲冷卻嘅氣體咧，通過呢條管中間嘅一條管嘅噴咗落去呢個頭個薄膜度。咁個薄膜好薄啊嘛，咁嗰啲冷卻劑咧，嗰啲 glycogen 係好凍嘅，即係乾冰嗰啲咁嘅性質嘅東西啊，差唔多啦。咁你就透過個薄膜咧，將嗰個冷卻傳遞落皮膚，咁就令到皮膚咪降溫咯。咁咪保護咗皮膚咧，就冇咁容易灼傷啦。令到咧，當然啦，都有令到你覺得黃痛嘅感覺，因為冇咁熱啊。咁呢個咧就係佢嘅獨家全球嘅核心技術，一個同步溫度測度，同步測度時候同步去調節呢個噴出嚟嘅冷卻劑嚟降溫，而產生一個安全，但係同時有成功有效咁將熱能傳遞到皮膚嘅深層。咁據廠家講，佢哋嘅研究測試咧，嗰個能量咧可以傳遞到皮膚下3到4個毫米。咁3到4個毫米去到邊度啊？4個毫米就去到筋膜層啦。去到筋膜層就刺激筋膜層裏邊咧個骨膠原再生，而產生嘅收緊提升作用。呢個就係個工作原理啦。所以單極射頻就話呢度輸送能量，但係佢同時咧有一塊貼嘅貼住嗰個客人嘅身體咯。你可以貼個大髀又得，貼個背脊又得，貼個頸都得嘅。嗰啲貼住喺身體裏邊咧，佢讓呢個能量咧喺個皮膚入咗去，經過身體去翻呢個回路板，回翻入去嗰架機度，咁去完成一個能量嘅輸送嘅完整嘅一個循環系統。咁就係佢呢個儀器嘅設計嘅核心理念同埋核心科技啦。佢嘅核心科技話：我可以好高能量嘅同時，能夠將皮膚嘅溫度咧降低，使到佢咧冇咁容易灼傷，減低佢灼傷嘅機會同埋程度，同埋咧令到佢做嘅時候冇咁痛。當然啦，而家新一代嘅機器咧，佢加一個震盪嘅頭嘅，做嗰時一撳嗰時有個震盪嘅震盪咧，令到你咧有種騷擾嘅感覺嘅震盪咧，減低你感覺到個疼痛度嘅。所以就令到呢一個就孖住呢個熱瑪吉咧做出嚟嘅時候咧唔使咁辛苦。咁當然啦，痛呢樣嘢係好因人而異嘅。咁通常大部分嘅醫生咧都會同你搽麻膏啊，俾粒天通藥你食啊，等個麻膏搽咗佢半個鐘或者通常半個鐘唔夠1個鐘，或者止痛藥，咁令到咧你嗰個承受疼痛嘅能力咧就更加高啲啊！即係因為熱瑪吉咁我聽咗好多我嘅客人講或者朋友分享就話：我做到呢架機都冇用嘅，做完等於冇做，冇咩效果嘅。有啲人做到好效果喎，點解會咁咧？咁其實係有一定嘅所有神器也好，佢都一定有局限性佢唔能夠話即係好似乜嘢都可以每個人都做得好。按照個廠方嘅指引咧，就係佢個研究嘅指引就話：如果你嘅年紀好大，好似60幾歲啊。第二，我個皮膚咧喺個日光性老化咧去到4級或以上嘅時候咧，就令到佢個皮膚對呢個熱能嘅刺激嘅反應咧，比年輕嘅人或者比日光性老化冇咁嚴重嘅人咧，就差好多咯。咁冇差好多，自然個骨膠原再生嘅量少，咁個效果咪覺得冇咁好咯。原因就係咁啦。咁所以有啲人咧係啱做嘅，有啲人咧就未必啱做嘅。通常咧我哋喺從個臨床經驗裏邊咧，用個年齡劃分嘅一般嚟講，我嘅經驗話唔超過40歲嘅人咧，個讚人都幾多嘅。去到50歲、60歲咧，彈嘅人有幾多嘅。咁所以又俾大家參考啫，唔係絕對嘅，係認為成為一個做呢個機嘅調整嘅建議。只係按照我見到嘅做咗咁多個 case，邊啲人讚，邊啲人彈，咁我做一個分享俾大家參考下啫。左青龍就有白虎，呢個白虎啦，白虎真係白白哋色。咁你睇到呢個手柄啦，咁呢個就叫超聲波探頭啦。咁超聲波唔係嗰啲我哋做掃描超聲波嗰啲喎，呢個叫做最高能聚焦超聲波。佢原理就係咧，呢個頭咧打出嚟咧一個點狀咧，
因應我擺唔同個頭。如果我睇下呢個頭係DS73.0，即係3mm， 即係嗰個聚焦點咁樣注入一打落去咧，個聚焦點咧啱啱打到我哋嘅皮膚以下3mm 個位置咧，嗰粒能量聚焦點咧就打中嗰度。我唔知你有冇理解到呢個聚焦咩意思啱？我想問下大家有冇玩過細個玩過揸住個放大鏡，跟住個太陽光，跟住個放大鏡咧向上向下褪到嗰個光點咧最嗰一點好光，跟住你嗰張紙喺度，張紙都燒着。我玩過，如果冇玩過你試下咯。如果玩過覺得好好玩或者唔好玩嘅，喺下評論區發表下你嘅意見咁聚焦嘅意思就係將呢個能量咧，當佢去到經過一個聚焦去到個聚咗一個點，變咗好強嘅能量。例如我頭先講攞個放大鏡咁聚落嚟，嗰張紙都燒着。咁聲波係一種能量，陽光係一種能量，聲波係一種能量。咁聲波能量聚埋一段咧，形成到一點打落去咧。按照佢廠家嘅數據就話，如果我去到度數足夠高嘅時候咧，我可以產生60到70度嘅一個温度。咁我哋知道啦，當60度幾度到70度嘅温度咧，能夠破壞啲硫化纖維。我哋喺學術有個名叫做熱凝固反應，蛋白熱凝固反應。蛋白熱凝固反應呢個名字係冇新話。如果你覺得深奧，可以上網 search 下。而家我哋揾啲 AI，揾個 DeepSeek 或者揾個 ChatGPT search 下咩叫熱凝固反應。歡迎大家搜索完你一啲嘅結果喺我留言區裏邊大家討論下啦。嗱，熱凝固反應咧係一個好重要嘅嘢。其實簡單啲去理解熱凝固反應就係咧，冇破壞就冇再生。如果你破壞咗啲舊嘅嘢，先有新生嘅出現。所以佢呢個機嘅原理就話，我個能量足夠高，高到一種可以破壞啲老化嘅纖維，而令到我哋身體嘅免疫系統產生啲新生嘅彈性纖維同骨膠原，而引發一個叫做美容提升嘅效果。咁就係呢部儀器嘅設計嘅重心啦。到而家為止，大家聽唔聽得明白呢台機 Thermarch 同 Arthrex 或者叫超聲刀呢個熱瑪吉兩者咩分別啊？如果大家有咩唔同嘅意見，可以留言區裏邊去發表喎。咁我哋再講啦。咁一般嚟講，超聲刀咧分咗3個頭，1.5、3.0、4.5。咁因應我哋個皮膚每個位置咧，你做幫你操作嘅技師又好，醫生又好咧，因應你嘅需求咧，佢就會擺唔同嘅頭。譬如講眼部皮膚好薄，我哋通常咧就1.5。深層啲真皮層、真皮下層，我哋3.0。如果做筋膜層咧，我哋就4.5嘅頭。咁因應緊你個面部嘅問題嘅鬆弛度。要為你做之前做一個諮詢同埋設計下你點樣去做呢一台機。咁佢其實呢個機咧，佢有一個畫面嘅，一個畫面咧，佢就會能夠咧講俾你聽你應該係點樣去落嘅範圍咧，能夠達到個最佳效果。咁所以咧，呢個美版超聲刀咧，佢嘅優點咧，佢能夠係好精準地聚焦咗喺4.5mm嘅層次產生嘅熱凝固反應。所以佢做某喺我自己嘅純粹個分享啦，喺我自己嘅臨床經驗裏邊咧，係做一啲呢啲位咧特別見效，因為咧佢呢啲位嘅筋膜層一打咧，佢能夠產生一提升嘅效果，特別容易令我啲客人滿意。咁所以我哋究竟你適合做呢部機定適合做呢部機咧？咁最好諮詢你嘅醫生啦，同佢去討論個方案，究竟我塊面、我嘅年齡、我嘅情況、我嘅期望值想做成點？之後大家去討論一個最啱你治療嘅方案咧，係最好嘅。咁亦有啲醫生好中意將兩部機夾埋一齊做嘅，我都中意嘅，因為每部兩台機咧，佢各有優點嘅，有呢個有佢嘅優點，呢個有優點，將佢兩個優點合埋一齊咧，就產生個 synergy 效應，產生一個叫咩協同效應，而得到最好嘅效果。咁我今日咧係對呢兩個經典嘅無創嘅呢個叫做無創抗衰老皮膚抗衰老嘅經典神器熱瑪吉。美版超聲刀，美版超聲刀你就算韓版歐洲版好，其實都係一個原理嚟啫。個技術背後技術都係用個超聲刀嘅原理，咁而去做一個知識嘅分享。希望呢啲知識咧能夠幫到大家做一個明智嘅消費者，決定你做啲乜嘢最啱你自己。讓你咧覺得我花咗呢個錢變靚咗，好開心。希望大家喜歡呢個視頻請你記得點讚轉發訂閱好。